2024年要结束啊，新闻世界通带乡亲回顾2024的大代志。今年若选举甲政治风波，全球各地头某一寡战争还未拍煞。先来看俄乌战争，是二战以来欧洲史上上济的冲突。开战超过2年还未战煞，乌克兰修法甲做兵的年岁为27岁扩大到25岁，来补充军队的人数。俄罗斯嘛无落软，普京准备长期作战，为着战争，明年国防预算要增加3成。国际援助对乌克兰来讲是真重要，尤其美国拜登政府有批准乌克兰会使射美国制造的飞弹系统 ATACMS， 英国嘛对卡布和乌克兰发射防空影飞弹。俄罗斯当然袂得啊，普京批评国际提供飞弹都是加入战争。普京嘛放条歌，若继续射欧美的飞弹，俄罗斯嘛向乌克兰首都发射新型的飞弹反击，起到到正面对决，看啥人的飞弹较厉害。若是欧洲、中东的情势嘛无平静，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已经超过1年啊。战区若是加沙走廊，以色列也一直咧轰炸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。目前加沙地区已经超过4万的人死亡。虽然美国、卡达甲埃及拢在做中人拍拼推动停战，不过以色列甲哈马斯互相唔让步，要完全停战，要达成共识是真恶。中东的局势乱糟糟，2024年上尾1个月，叙利亚执政超过50年，阿塞迪政权去互反恐军车倒，阿塞迪走去罗西亚接受保护，阿塞迪倒台代表叙利亚13年内战结束。虽然反恐军指派临时政府讲会维持和平，敢若会执政到明年3月初1，不过叙利亚有真侪无共势力，政府敢会顺利交接，要真歹讲。目前政权无稳定，以色列也随上准时机占领叙利亚领土，各难各地。讲完中东甲欧洲，转来看台海。今年咱台湾坚信民主，赖清德当选总统，民进党顺利执政。赖清德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互相不属于对方，中国是掉脚蹬地，伫5日靠就职典礼过，随发动联合大剑2024A演习。拢总出动46只军舰、7只海警船、甲91只军机。这军演的范围分散，甲规个台湾拢围起来，军演拢总维持2天。今年10月双十大典，台湾同款强调主权，中国又搁发动联合大剑2024B演习，出动17只军舰、17只海警船、125只战机，总数比顶回搁较济，而且有出动航空母舰辽宁号。若今年初赖总统访问南太平洋过后，中国伫浙江以东开设7个空气保留区，有风声讲中国拢总伫台海部署90只军舰。不过这回行动，中国态度暧昧，无承认，嘛无否认。2024年就要结束啊，毋但台海，世界各地头战争是战袂煞。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2024世界各地战争犹原拍袂停，俄乌战争到明年2月就战3年啊！11月美国允准乌克兰对罗西亚使用长程飞弹了后，战争搁再升级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伫后面理事会讲，希望 Trump 和乌克兰徛共阵，促成乌克兰和平协议。I want very much to have him on our side. For me, it's very important. I want to discuss with him more details about this war. 毋但俄乌战争，中东地区的以下冲突也伫今年扩大到黎巴嫩、伊朗，甚至9月份伫黎巴嫩发生 BB 扣爆炸案，后续搁早是真主党的领袖。另外，罗西亚、伊朗2个国家是叙利亚内战阿塞迪势力重要的军援力量。专家表示，罗西亚、伊朗是稻草人救火自信难保，这也是叙利亚阿塞迪政权倒台重要的原因之一。It has these implications for sure. On the short term, Iran and Russia have been weakened because Assad has been their, main ally in Syria for decades. That is certain. 俄乌战争以下战争扩大到中东的冲突，搁有叙利亚未来动向，拢引起国际上的关心。2024世界无平静，另外一个引起全球关心的，搁有台海的局势。伫5日抗赖清德总统就职了后，中国伫5月、10月，搁有12月赖总统出访友邦了后，拢有发动对台的军演。台海局势面对侪挑战，也若2025年 Trump 1月要上任美国总统，美中台的关系、台海的局势会安怎发展，也是国际上未来的焦点。记者张家嘅林玉凯综合报道。